大家好，我九龍豪宅姚專章，今日咧嚟到浩田介紹一座高層 D 室。嗱，呢單位咧係670尺實用面積，係一個2房半單位嚟嘅。2房半單位咁半間房有咩用咧？嗱，一陣話你知啊。第一步，呢單位裝修唔錯咧，全新裝修㗎。嗱，等睇完片想睇樓俾電話我九龍豪宅姚專章，電話90259690266666。好啦，唔阻你時間啦，請繼續細心欣賞落去啦。浩田2016年樓，發展商係嘉里，呢度有9座，住宅樓層21至23層，共1429伙。今日要介紹嘅係一座高層 D 室，單位實用面積670尺，間隔係2房加士多房。單位門口向東南，入門口經過短走廊就係長方形嘅客飯廳啦。客飯廳闊9尺10寸，深17尺，面積約190尺。廳向西北，外邊有個小露台。望出去景觀開揚，近景係何文田樓景，遠景望到筆架山。喺呢個層數，呢個景觀算係相當之開揚噶啦。客飯廳中間有條短走廊連接2間半睡房。我哋先睇主人房，呢度同樣向西北，景觀同客廳一樣，外邊仲有個小露台。角窗呢邊仲可以望到九龍城。主人房方方正正，面積約92尺，房間中間放大床，可以3邊落床。近牆嗰邊有到底入牆衣櫃，可以放到唔少嘢噶。旁邊嘅睡房窗口同樣向西北，房間面積約60尺。近廳呢間房而家做咗儲物房，呢間房同樣有窗噶，裏邊仲有空調添。走廊對面係浴室，洗手間係發展商裝修，呢度有窗有浴缸。大門旁邊係廚房，廚房同樣係發展商裝修，不過左手邊加咗雜物櫃，睇落幾好使噃。